后来继续来看民众党的立委李正秀国籍的问题。内政部长刘世芳就网络节目讲到这个代志，讲李正秀就是知法犯法。伊讲内政部早就已经寄双挂号甲通知。然后再来呢，我们在2月2号之前呐，其实我们曾经用双挂号寄到他的户籍地址，告诉他国籍法20条的规定，双挂号寄到他户籍地址，所以我是觉得说他是有知没有道，他明知但是明知而故犯。 不肯做。那立法院用什么样子的程序来办理解职？我是觉得就是看立法院的智慧。另外，有官员来指出，讲李正秀当时登记的时阵，选务单位敢若甲验这个身份证都好登记，并无依照着《两华人民关系条例》来查核着双重户籍，这个定数明显有欠点。民众党团的主任陈志涵来反击，敢讲这是咧指控着中选会渎职。 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